金美讲本来想要表演歌的呢，表演歌诶，留在后尾冲啦，嘿，俺歌会等。你都年度总冠军噶哈，现在不会给总决赛的了。学姐要让我一下，学姐，有还跟你有很多关系。中秋明月，还金文人，你讲冲得好冇？冲得好，有压力。好啊，真的，唔敢创到以后，唔是讲，唔是讲，但是佢创到行啊好。喂。熬夜打擂台，熬夜降下來。咪有一集係出門啊，嗬，係啊，出幾道門。點解要先行嚟？好冇？我先用唔過啊，咁我後邊嗰本衝過來呢。你他們又衝啊？因為個比較窄一點哈。對，不是我身材問題吧？沒，也是女士優先啦，Lady first，對不對？基本嘢好高哦。啊，那個呢，係年突必衰嘅開始啊！開始就會緊張咧，緊張哈！係啊，乜今天是唔是緊張？今天就是找回一些學姐、學長們、學長姐們，來跟學弟妹們團體戰 PK。對，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啦，哈，對，這個學長姐，反正你們也已經。比完了，比過了嘛，隨便這樣，所以今天就隨便唱一唱，對嘛？就忘個2個字，這樣就好了。對啊，也沒關係，然後就讓學弟妹們他們就順利過關，對啊，對不對？要不然他們分數如果加總起來，還輸太的話，他們會有一個人要離開，就要離開這裡了，對不對？好不好啊？周隊長哈，佛心，對啊，或者是拖拍、忘詞都可以，都是很棒的方法，嘿，好，還有沒？好。哎，你比誰走得有嗎？這咁低，不，我們還是要有運動家的精神，好不好？還是要拿出全力，拿出自己的實力來。沒錯。來，我這場比賽接受評審欣賞來。羅桂麗欣賞，70位欣賞，70位欣賞，總體欣賞。節目分組兩吹進行 PK， 先輸吹總分較高，也係評分就全部過關。卡士總分較大，就簽是淘汰分數最大嘅人。來，有請第一組。嘿，學弟組兩邊係陳開水。哦，那個學長組學長組，我看着陳長軍。來，學長陳長軍，來邊關啦。親愛嘅希冀嘅基數，看童話漫天碧揚，幾花盼天涯明明呀呀，浮音從起心度。夜光，從遇漸漸笑容，小暖細細嘅希望，思念陣陣又嘎嘎，有時間愛會訴說。從阿婆嘅有點呢，有鬆又有有到阿婆嘅波卡，有到要痛花。有
落天有风，摇啊摇，摇到风吹凉。嘛该用个理由来说明，俩总是很无奈的命运。岁月慢慢累积，年华未落去，俩的伤天无情地听你。舞台上的准备才开始。大家强用烦恼的表情，为了可怜机器，紧密的回忆，爱上了也算过的有意义。嘛台下的最美场戏。不管罕有几多年袂知，一生一起用摕最好的勇气，关起面前的风也给伊，好嘛台下的最美一场戏，不管罕有几多年袂知。一生一起用摕最好的勇气，关起面前的风也给伊。台下的最美一场戏，不管罕有几多年袂知，一生一起用摕最好的勇气，关起面前的风也给伊，好嘛台下的最美一场戏。不管罕有几多年袂知，一生一起用摕最好的勇气，关起面前的风也给伊，爱会做体。最后一场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呦哎呦，哇哎呦， ，rapper，莫哭我表演了哈，嘿，哎，鸦片养的啦，嘿，哎，你不是学？他是学长。他学姐，不是学，他是学弟啊，学弟，你学长啊，哦，那学长这边你看，准备两路命啊，哎咩，哎，正经的，他没有在客气的，空中的感觉对嘛，哎，学弟会紧张吗？哈，会紧张啊，你最近在磨汗嘛个？磨汗容易的过，伫个五杯骗吃骗喝。哦，骗家，我骗家。哎呦，哦，都用我的歌啊，还用你的歌，都没有跟我买版权，没有了，用你的歌赚了很多钱，哎呀，赚了很多钱。哎呀，我的歌你觉得适合你吗？
还 OK 啦。台尬是中意，大家喜欢比较重要。中意哈。对啊，对。而且真的很感谢闹热打擂台啊，因为让我在这边学很多客家歌，然后就是变成全公司的这个客家的客人啊，就都很喜欢我，只跟我打交道的。哎呦，是你的，哎呀，那这样很好啊。对，所以你的业绩最好。客家人啊，所以我就说嘛，哎，没想到多了一个语言，就多一个机会。对，真的啊。你看，他也是一样啊。基本的根本唔要講客啊，但是因為好創客家歌，對客家文化有興趣，我也根本多客家嘅觀眾朋友、聽眾朋友。走在路上會陳長君，没有那么夸张。陳凱瑞這樣子。陳重俊，你看來錢來哎，那你聽說你最近喉嚨有點跳魔鬆快，聲帶有長息肉。但是剛剛你唱完全沒有感覺啊，聽不出來。也選了一首就自己還可以駕馭的歌，這樣子。哦，安全牌。其實我在季賽的最後一關就已經感冒了，然後就有傷到聲帶了，然後都沒有顧好，就還是在就唱歌啊，然後所以後來沒有顧好，後來去檢查才發現有長息肉了。哦，那怎麼辦？那就是要做手術嗎？醫生是說要開刀了，但是他說等你唱到不行再來開刀吧。哦，那這醫生還算蠻有良心的，就是還是有吃藥治療。對，好了，那兩位就唱完了哈，來唐先生公平啊，好，來，唱貴麗先生。好，先講哈，凱瑞，再一次看到你的用心，聽到你的用心哦，你跟客家發音跟老師越來越精準了哈，真的了解到你的用心哈。然後剛剛聽你一講才知道哦，原來你最近的喉嚨有點狀況哈，所以難怪，今天聽你唱歌的時候就發現到你的高音有一點緊哈，當然不是那麼的明顯，但是呢還是聽得出來哈。那可能在這往後的賽程裡面，你對這個高音的部分，因為你的聲音低音的部分很穩，非常穩哈，那高音的話其實你也不錯，就之前你的表現來講不錯，那怎麼辦？在你現在喉嚨狀況已經出來之後，你要怎麼樣同時的去照顧你的喉嚨，同時也要把你的成績拿出來？我想這值得你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哈，加油哈！然後昶均好久不見哈，歡迎你回來哈！謝謝老師。你今天唱這《馬太哈》的最後一重戲呢，非常 rocker， 那個女主人一進場就講了，哇 rocker， 因為在副歌的部分啊，我很喜歡。那我給你一個小小建議，就是說。這首歌它速度雖然不快，但是你會發現它在慢歌的時候，它那個搖滾味是很重的，甚至用金屬來形容它也不為過。這首歌的主歌跟副歌層次非常明顯，主歌的部分就是敘述一個故事，到了副歌以後，雖然速度是一樣，可是它那個強烈的味道就出來了。那你在唱副歌的時候，你從主歌到副歌麥都是這麼近哈，那層次感就沒有做出來。有一種 style 叫做金屬，從頭到尾就是這麼近的，嘶吼的那種 power 嘶吼出來的那個金屬。如果你要玩金屬也可以，可是呢，你的聲音又不夠那樣的撕裂，所以變成就是金屬不金屬，搖滾又缺少一點搖滾那種感覺。所以我給你建議就是說，這樣子的歌曲，你除了在程序上的鋪陳之外，更重要就是說你要抓準一個方向，搖滾就是搖滾，金屬就是金屬，分數就會更高。好不好？那我很喜歡你今天這個副歌的那種搖滾的味道。謝謝，好，加油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先生。唱在地先生來補充一下。我很肯定昶均在這個舞台出去以後，也為那屆夢爭光。我覺得他在各方面唱歌領域都很棒。唔講藝龍老師看法冇強樣吼，就是講因為。當然老師剛剛講得懂清楚，我覺得撕裂音的使用還是要很適度。因為廖叔高 Q 剛剛老師講，他的層次感你沒有做出來，我覺得這是最可惜的地方。而且我一直我吃豆講你的 key 是不是有點低？鼓手講你在做層次的時候沒有辦法好好做，你可能要遷就這個歌。你還有不會做撕裂音的時候，你可能 keep 太低了，可是你啱周會發，你每一句每一段都在撕裂音的時候，其實我反而覺得沒有層次，再加上你麥克風拿太近了，然後我就覺得好像我一直覺得你要爆發出來又爆發不出來，所以我覺得聽的歌對我來講，我覺得不夠爽。
因为这首歌一定要很爽才对啊，而且你的动作都做到爽，你歌声没有爽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乖乖卡住了。那我讲开水发，古时候讲，刚刚唐唱给飞扬的时间，飞扬你那个状况就出来了。看童话漫天碧阳。你是老师，你知道怎么样运用你的声音，运用你的身体当做武器。我先希望你身体赶快调好，第一，第二，我就觉得这也是你的利器，因为你反而以柔克刚了。你今天选的那歌选对了。你可以好好的驾驭，虽然说量啥都用某音某音准某嘛，低不下去，高不上来，但是那我们就扯平。但是就感情或这个歌的表现度来讲，我觉得你是以柔克刚，是做得很好的，你反而杀得他措手不及。对你来讲是这样，好，我觉得两个都表现得不错，但是一定要分出高下的话，我的部分我选凯瑞。哎呦，谢谢。对，刚刚凯瑞一下去，我就说，你今天把这首歌表现得很好，哎呀，对呀，我用吼，把一些那种旧有的一些。这个习惯已经有点改变，就是唱台语的那种腔调改变，刚刚很舒服。对，所以你刚唱那一首歌也是故意让他的，对不对？竟然某一天哦，某一天啊，可能是哲伟老师个人意见，粉丝还蛮这些老师们能相信吗？好，来看一下粉丝，来，先来看一下陈凯水嘅分数。不差，做对啦，大部分啦。三来看陈崇cường嘅分数。半夜到天光。金美讲本来像我扁牙高的了，扁牙高的，有的还不冲啦，嘿，牙高的不等。你都年度总冠军啊哈，幸好不会给总决赛的。学姐要让我一下，学姐，有还干你有很多饭店。山那东那秋。三来看陈崇cường嘅分数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人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他还故意降 key 呢，对，对吗？对啊，故意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反正你现在机会厉害，你现在机会很多了嘛，对吧？你还在电视台主持嘞，有，现在也是师奶级的嘞，对呀，还好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哦，谢谢，哎呀，后面还很长的路哦，加油，谢谢，第一棒成功，嘴闭当好哎呦。哎呦，那我们这边学长姐要加油了哈！哎呀，踢管住熟的嘞！哎，今日某一天呐，好啦，好，先拍这牙。好，牙两边来稳住。牙要片的林思林呐，好来，表演啦。就我盼法帮忙你行多人房，感谢你头摆本英雄，就佢叫娘娘去借爱人嘅力量，乃比如安阳嘅地方，做得夜下腳，強強鬆鬆，乃比如。就像些年嘞，嘛该都不是小好。半夜到天光，已冇辦法再去思念嘅故鄉。記得天光，記得花香，記得頭擺些年到了嘅笑容。半夜到天光，已冇辦法再去放聽嘅地方。記得天光，記得花香，記得頭擺啊無笑容嘅笑容。到
过。夜公公小菜郎，去拍马过莲蓬，莲蓬下叫菜花，你就来结情家。夜公公小菜郎，去拍马过莲蓬，莲蓬下叫菜花，盼啊一拜一拜，半夜到天光。早幾行1950年將來，行路新嘅時代。早幾行點情嘅表交代，送頭免去頭擺。頭擺足等行過天順路，頭擺足等開過太沙谷，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，一步一步經行定處。牛哥，安叫我见。好，真的很叫我见了哈。哎呀，最近的冇係乜嘅事情啊？安叫咱們老嘅政府下嘅廣場舞客家廣場舞歌曲，本來伊參加辦嘅廣場舞比賽，應該係國內第幾嘅客家嘅廣場舞。就是太起架中啊跳嘅。嘿，廣場的。兩個要唱七爺八爺。而家懂流行了，對呀，係啊。安叫做專門啲創作啦。咁之前嗰啲桃園客家事務所嘛，哈。咩？我都沒有律師。沒有律師，更加南漂啊。南漂到台南。台南。對嘿。台南咩有客家？有。事務局。事務所。佢咩嘅民族事務委員會，給老原住民哦，西拉雅跟客家全部在一個單位，他們在推族群主流化。就其他的沒有分得那麼細膩，就差唔多，把它融合起來，是不是？不過有可能會偷啲出來啦。台南客家人多嗎？多變美律師卡多，美律師9萬3，大概11萬2千啦。真係有樣，佔6%。哇！比美律師行較多，總人口較多。係啊，人家都講你台南有客家人㗎，有哦，真嘅多。不過當到中央就被扶老化了。故事我也有任務做嘅叫復振客語，然後叫客家認同侵佔啦。我做可能哦，係啊。政府預算較多啲啦。記住一天冇有種問題，因為佢在32入境隨俗，咩客家人落去，咩一天都學客家話，對嗎？好。
很简短的，讲错不对。金美讲本来想要变牙膏的呢，变牙膏的，留在会冲啦，嘿，牙膏会不等。你都年度总冠军噶哈，现在不会给总决赛噶了。学姐要让我一下，学姐有啊，刚有你有很多发现，够厉害。咁要，那这种金美冲都很好，系啊，完全冇客气呢。我刚好想讲三夫太太咯，就来变高音就声音来跟上去啊，那跟得有点辛苦，就会平常没安尼唱，对，有改变啦。好，安尼是两位唱的唐先生公平。唱4位欣赏。好，两位美女，真给哈，好，我先讲文竹哈，文竹，你这边表现黄色的啊，吃到是显得有一点小保守，好，有点小保守。照理来讲，你可以再有更多的放开的一个位置。不过你用一种比较内敛的方式，慢慢的冲出来，慢慢的冲。啊，吃到以后，不过我觉得你有一个地方很特色，就会其实很懂紧走。係啊，佢而家坐下呢度，但係佢當建造，係坐嚟就佢當建造，唔得佢會記錯。Maybe you，我就想講，殘了一幾件，我一直見準嘛，結果佢冇嚟，兩擺全部平平。我講，哎，不錯，控制得非常好，穩聽。對，還有。後尾有嘅部分，一講小菜咯，吃到唔做得高卡不用開唱，因為假一團就是敘述童謠嘛。其實你可以再放開一點，讓自己沉浸在那個童謠的感覺，我覺得會很好。所以你的內斂唱法，我覺得平常時可能想要放，可是這次選這樣，我又覺得還蠻好的。好，只是說可能你如何要控制到你的伸縮拿捏這樣。好，然後就還有我們的思玲老師，對，思玲好久不見哈。是，其實思玲你的特色就是在小調音色。是。不過確實你今天自己有感覺，你這個沒有感覺，你高音的部分可能就跳很呢。所以我建議係講，你做得嚟發，你先讓兩個副歌的部分的 key 先定好。因為其實亞述國文你不需要那麼的，就山那高那衝，其實這樣就好了。可是你如何在底下？走嘅係情叫無言中來，如何輕輕的帶？Hellboy 你就不會跟過頭，這樣好不好？好，先定好副歌，再去想前面，這樣會比較好。OK， 安迪先生，唱費先生，是很享受的兩首歌。OK， 我先來講文竹。文竹，根本你唱兩首歌給我，我覺得你唱得非常的穩定，好，真的很穩定。謝謝。我覺得這個是我要給你一個鼓勵的。其實你們兩個人今天都唱得不錯，但是我略微讓文竹多了一點鼓勵的分數，因為我覺得你今天這首歌表現得很穩定，然後主要是我覺得從頭到尾你給我的感覺就是很享受。但是我本意咋建議吼，嘛該都唔是笑，不要笑吼。我覺得那樣笑馬上就悠起來的那個口氣會比較沒有那麼漂亮，會覺得可惜了一點。嘛該都唔是笑吼。那思玲。是很開心，好久沒有聽到你唱歌，覺得還是這麼的美妙。謝謝。那就像剛才世輝老師說的，根本你聊出狗 Q， 我覺得你唱的比較稍微顆粒了一點。如果你前面可以，走給表，走給海，一九摸，一開始就有一點太硬了一點。好，如果你的流暢感整個更好的話，你後面那個山那個才會比較順，不會覺得山那個不會這樣，你會更漂亮一點。所以整個前面的那個柔和度如果更好，我覺得也很棒。基本上你也很棒，只是我覺得文竹今天做得漂亮，所以我多給了一點。謝謝，謝謝。哎，那看起來好像又是學姐做功德，又做功德了，拍胸脯的。他剛一直在說幫我倆的。來，看一下文竹。看一下這點，先來看來文竹的分數。有點本意是你
谢谢老师。冇標誌的國語老師。我來沙樂團臨時領嘅分數。哎呦！恭喜！哇！謝謝老師，謝謝。對，皆大歡喜。是。兩分有最後啦。冇問題。謝謝兩位，安子姐，謝謝。回收手機，安子姐，多謝。好了啊，撒下來牙片來。牙片風心意啊。牙片好。花生。糖可樂。記得他有什麼做乜嘅？我做先生，做醫生，音樂家，鋼琴家，我做幼稚嘅先生，我哋睇你為什麼解？問過你唔得結拜，坦白講愛了喊你上街。莫驚，慢慢行，慢慢看，成功嘅迷途，也酸甜苦辣嘅條風，你睇你愛怎麼解？甚至可以從兩月結態，嘿，同愛了喊你上街，結嘎嘎，解到很發摩擦嘅思考，看看心度來嘅沙。用下來搞，噼里啪啦破，來搞出個夢想。莫壓迫，莫灰心，莫關鍵點，人生那邊一生拍實過，愛感動好，嘿搞，莫迷莫，來搞，凡事都盡量好。有相思會感覺要講大無路，唔夠幸福喊做嘅訴求，冇用在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啊，我想到咧。來做歌聲，思啊戀，真思念，打扮那流散夢。東街後背在一起，結婚街上愛來去，留下孤單嘅最愛。唔係愛跳故意改命運，就是愛離開愛上，有陰影愛會轉來。流浪啊，心情無影。世界阿發的你了強下，流浪啊，錯點唔再來解拆，愛係馬薩，戀愛嘅名一輩子流浪。思啊戀，真思念，打扮那流散夢。真思念，打扮那流散夢。No， 思戀，真思念，打扮
烦恼流散无限。哇，真的好，震撼，欣赏吼，对，我房东太太的妹妹的欣赏吼，哦，真的呀，真的，房东太太的妹妹的欣赏，哦，哎呦，也还搞一朵的学生哎，系啊，搞多400-500个，400-500个，现在啦，对啊，差不多啦。其中100就讲了呀，其还给英歌区的那个领唱国歌啊，还记得嘞，国中版嘅超上啦。哦，所以你也还有当作目标，还啲金行对吗？金行，冇錯。係啊，創作以外，還有那個百人，對，百人音樂課，對，現在跟我們的那個母校中原大學有一個計劃，就是我們要安排一個上百人的音樂課，這樣。哦，教大家唱歌啦，一個音樂教學啦。哦，對，大齊唱嗎？還是怎樣？不是，是從最基礎的發聲啊，然後開始從頭講起，讓那些想要學歌唱可是卻沒有時間的人可以一起來學習。歌唱班啊，就是針對學生的。學生哦，對。哦哟，那就是跟學校配合就對。沒錯。哎呦，對啊，第一次教這麼多人，覺得很有挑戰性，厲害，像百人合唱一樣，厲害。兩個剛好都唔咩客家人，對，唔咩客家人，但係一般啊，行業配到這麼難、這麼厲害的老師，故意的，製作單位故意。哎，沒想到你還有那個娃娃音啊！對，我就是想說不要臉一下。講到那個幼兒台姐姐嘛，哎呀，知道的，衝突了哈，衝突了，嘿，來談一下欣賞貢品，桂林欣賞。心怡這首歌的 grooving 非常的，它的律動非常的要緊，非常的重要。你不要急，你唱要素國 Q 的時候，你今天就是一直在搶拍，一直在搶拍。grooving 某周後就會影響你的分數。有很多歌曲像 shuffle 啊，像這種節奏形態的歌曲，它的 grooving 非常重要，有時候甚至於勝過你的歌聲，勝過你的聲音表情。要記住這個重點，好不好？給你建議。好，再來華生，好久不見哈，容易哈。雖然你離開在舞台安吉了，但是發現都講，你在歌唱實力這一塊，還是保有當年的華生。甚至更有過之而不及哈，那可見你完全忽略了羅哥的話嘛，讓你放水都沒有放嘛哈，反而是更那個哈，更無情的追殺。不過這是應該要做的，無情的追殺。不過這是應該要做的，比賽嘛，我就是要把我的實力拿出來，這樣子才能激勵他們啊，對不對？啊，我覺得今天華生的表現也很棒，好，那心怡也很棒，只是要記住每一次的重點。自己一步一步修正自己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什麼欣賞？阿唱師弟欣賞。其實給予心宇啊，我覺得因為剛剛羅老師講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其實欠缺的部分，其實在這上頭是很明顯的。所以要是國會一出來，不想要想說，你正在製造橋段了。在我來講，你應該是很放鬆的，先把自己的律動先建立好，將來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不用一批。因為我認為你在製造氣氛了，所以我知道你一批音管沒啥問題。可是你唱太輕了，所以那個坑就落得不夠深，所以你進去就開始不穩。所以呀 ，Hellboy 來呀，66個唔記得歌詞啊，某個東西可能都會影響到，這個比較可惜啦。不過呢，其實整體來看，其實很獻歌的部分，你有照着自己的感覺去找了，這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非常好的一種方向，所以我覺得極力推崇你就這麼去想，按你去想，你想要讓我表演，甚至想要加點小戲劇都 OK， 這樣我覺得很好，就給我們有一個感覺，好，我覺得很棒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華生，我覺得你的聲音給來駕馭搖滾歌是非常好的，因為你的抖音啊，其實在這裡會破功。對。你的抖音在第二片來衝下數過，你的抖音絕對會是他的破功。不過佢必須數到1號，雖然有上次66個唔記得，66個唔記得。不過你有抓到搖滾要的訣竅，
力道我要直截了当，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好不好？什么先生？什么先生？好，那到底雨欣是不是老鼠屎呢？雨欣是谁？他是新宇。新宇，可以啊，分数就对咧，先来看冯新宇嘅分数。真的是，不一定哦，91分，91还不错啊，很高了，91分。哎，老师们最高刚刚也是92而已啊，你91，只是有人给你22而已。可以啊，法神嘅分数。两位都是唱自己创作的歌曲，现中。下本双胞胎够了。哎，那你呢？你还狗会？我还没有女儿。你们是讲分享的故事，我们不是讨论这一块。可以啊，法神嘅分数。95，哇，90分。所以也还有那个吗？逆转吗？哇，已经逆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老鼠屎。老鼠屎。哇！对不起。你唱太好了啦！你唱那么好干嘛？刚刚都跟你讲说这凊彩救的话，你这人哪呢？那个难沟通，无情的追杀，真的没有啦，表示我们公平啦。也对啦，就拿出自己的实力。他这个怂了冲口就会尽全力啦。对啊，对，而且他学生也会看啊。对啊，400-500个人一天。我们的老师怎么今天唱歌唱这样的？对你也不好，对吗？对啊，到时候我房东太太给我加房租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安子先，加油，慧清有没有觉得肩膀酸？对啊，压力很大。慧清很执着的人，对啊，他都是做自己的，而且他都唱得很棒，他有自己的 feel。但雨涵也是很棒哦，雨涵那当然对，所以很难说。两个不同世代的创作人，没错，好文青界的，都在表现不样板啊！两个边呢，冯一焕，那边呢，刘飞琴，来，弹过来。
电，天天去，悠悠呀呀。怕怕，妈妈讲怕，一声音讲个时间，是太太上床讲，妈妈讲是讲，担太太，担太太，做阿婆，做阿太，心肝惊，你是走去地，天若有你爱的日嘞，月亮光光甲你对，心肝惊，你是走去地，天若有你爱的日嘞，怕怕，妈妈讲怕，一声音讲个时间，是太太上床讲，妈妈讲是讲，担太太，担太太，做阿婆，做阿太，一声音讲个时间，爱为太太上床讲。喜欢太太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嘿。哎呦，这首单笔一厉害哈，佢排缝式的，个性质哈，如果排到嘟嘟好，好个当腔样，创作故事就很多创作故事，腔下来变啊嘞，啊，两位都是唱自己创作的歌曲，都有故事哈。有嘛个故事，现状。下本双宝改够了啊！他那两个双宝真的，现在应该又更长大哈，更亭亭玉立的哈。读高中嘞吧？今年要上高中，今年读高中，冬过的哦，冬过，比其他高嘞，比其他高，双宝就比啊，比其他高的呢。系啊，冬过。哦，下半季为了他们。是预备。其實前一幫我自家身體冇幾好，還有擺是係記得有轉醫學教嘛，還記得是自家兩三位分配時間，是講姐姐先回去，然後妹妹留等，再多陪我2-3個小時。哦，貼心。對，是下半季，還兩下是係特別係3-4位強下床嘛，兩下我是因為佢2-3件成績冇強用啊，個時冇強用，我是會分配下個，然後記得2-3分別唱，為他們單獨的。長大有自己的想法了，對啊。那你呢？你喺國外？哦，我還沒有女兒。我們是講分享的故事，我們不是討論這一塊。我的歌就比較放鬆、輕鬆那種。然後因為我之前就是蠻悲觀的，然後就覺得人生好像就這樣而已。Life is 對，就覺得好像悲傷也是一天，快樂也是一天的。對，後來覺得要振作，所以這首歌其實是正向的意思，就覺得說，因為人生只有這樣，所以我們才能把握這有限的時間去做無限，就是能夠用自己的能力去達成的事情，這樣子，對，很棒。對啊，所以你看你今天表現出來也是真的，就會給種感覺，很棒，很完美哈。對啊，對啊，來2位衝的了，來這位老師，你為什麼丟給你了？這位老師臉又有藍色？沒有，因為你們應該2個都差點騙了我的眼淚了，我也很久沒有哭，哪有？吊帶子出來看，也是先講於涵好了，因為小同鄉嘛，從季賽開始，我就一直很關注他，不只是季賽平常生，而非常的關注。按你講吼，金碧亮啥，我覺得真的是
两个都是很好的安排。我们4位评审老师唔对应该实然好，因为雨恒代表的迄俩形式台好上瘾，佢讲的话，所以佢厉害眼神的经历。我必须要很残忍的说，他在技术面来讲，佢唱歌还有他的吉他整个。我觉得是胜过他这首创作。哪怕记得给他拧，记得给他赏，记得给弹吉他的感觉。不过我对他的创作，说实话，我没有办法去他群到，可能因为给他演技关，给他好赏。好，做落来 conflict， 因为佢眼神经过的事情冇重要。故事较懂。结果佢唱歌的技术也係講彈吉他，可能冇語係按好。好唱歌嚟講，唔過。因为给他创作太加分呢，他的创作太加分，用眼神来下给加故事的时间，那个一个字一个句的那个丝丝入扣，我觉得那个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，也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故事讲，给你唱两首歌后，你就知道跟甜金的程度，好像整场都没有人，只有他，只有他哎。然后你又看他的话，你就觉得只有你跟他的对话。我觉得这两个。我不知道怎么评因为雨涵是我一直认为她是我们客家界的陈绮贞，然后慧清更不用说了，她就是我们的创作女神啊，用啥都被很多等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给分数，等一下看分数就知道。好，唱自己身上。是，真的很头痛，其实，真的很让我感动。我想，两位你们的创作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棒的。那雨涵，你跟嗓音。我跟你说，你气中带实，实中带柔，很棒。而且你的声音的宽度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。这个有些人，我想不太多的人能够赢过你这个部分。那慧清，也是慧清的声音是比较薄，像我们属于声音比较薄、比较细的那一类。我们要把声音唱的让人家听到是很准的。更加的艰难，但是你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好，我一直很仔细的听，而且你声音中透露出你生命的故事，非常感动我的心。所以严伯尼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全部都表现得很好，我也是觉得很难打，对。但是我个人会站在你们各种不同的生命历练来看你们的音乐，对。哇，那这个今天，不想看分数。对啊，因为不过还要可以哈啦，好，大家准备好了。都那么厉害，那么棒，哇！好了，没关系，让评审做坏人，好不好？对，输的是评审嘛，哈，赢的是观众嘛，对，观众就是要看。让评审走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好。不是，我们到时候如果输了就走一个评审这样。好了，先来看一下分数啦哈，先来看王怡涵嘅分數。94分，94分。好，那啷个位呢？再来看劉飛琴嘅分數。95分跟飛琴。姜还是老的辣，真的。不是这个年长的人，他就有他很多的故事的这种内涵。我比较多岁啦，不是年长的关系，是真诚的故事会打动人心。是，对，不一样的历练。好了，那谢谢两位了，辛苦了，好棒的演出哦，真的，好像观众朋友赢的是我们，输的是评审。是啊，谢谢。哎呦，安样办？那学弟们的分数呢？369分，加总起来加起来369。学长姐372分。鼓手学弟妹就输了，最大分的就要抢死淘汰了，抢死淘汰了啊，暂时啦哦，就要给你搞的给你啦哈，王心怡啊，就是
黄心怡就暂时被淘汰了，好不好？哈，那就留下来朋友也就继续加油了，继续加油哦！那也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今天这么杰出的表现，谢谢慧晶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那也要谢谢评审老师哦，今天很难做了，伤脑筋，真的伤脑筋，放松弄紧，好，还流行歌曲组比赛，来看传统组诶，强勇按松脑筋啊。牙套装一球哦，我裝年人嘅。年人啊！我貴水開始就比 sell 到牙，就 sell 到裝牙套咁樣。哦，其實我來比係聽一半，我聽一半來比就比 sell 嘅。係啊，貴種就比 sell 嘅。係啊，錯拿到提名，價就會中啊。係啊，還有乜嘢冇係 sell 過？係啊。学长学弟妹个呢，学长姐踢馆赛的团体战哦。系啊，哎呦，给两吹要变一下诶。忙是安尼高歌哈，哦，系啊，来高歌啦哈，系啊，但是比赛之前的接受评审席上了哈。李秋霞先生，蔡启贵先生，罗英先生，王필수先生。还是马上进场了哈！哎呀，先来烧给你哈，沿途烧给哈，学弟先来。哦，学弟，好来。王刑法。好，王刑法，来了，介绍学姐啦。学姐，对啦，天秀妍，好吧？好，来表一下，表一下来。冲流山那沟啊，不
来，收音机吼。收音机还叫我跟啊，哎呀，人家学姐，学姐，创案合作嘛个喏，你今日分数唔是讲，虽然有打分数，但是创作挺好嘅，我學到的學妹學弟們的，唔會衝啊！你按叫冇衝，他唔會衝咯。唔會啊，今日創作呢，總暗號吃鹽啊，係啊，高衝過嘅。所以我告訴學姐們啊，其實你們今天就隨便唱了，凊彩創啊，遇到本家好好過關，因為其他就等下團體分數打出來，喺數位發叫做有一閃一邊國體的，國體的啊，隨便拉一拉，用衝就好咧。你兩人衝的呢，下會衝，係，安尼就按叫冇衝啦。你做線上嘅人，你點嘛？高一度嘅學生誒嚇？目前是高一班啦，一班，你下都該籌備要搞聽一班，聽一班哦，厲害，有輸錢的嘛？開始會啦，輸錢哦，唔免義務誒，都得有輸錢啊，對啊，還有最近是那個疫情的關係哦，我有教個別的啦，有個別一對一，對，搞生意啦，搞生意咧，小朋友誒，係咪傳承啊？係啊，啲生意咪輕鬆哦，今年咪拿冠軍，名師出高徒就錯咧，真係，安尼起碼個那叫我唔教學生誒。好，哎呀，3萬多啊！3萬多，人家給你學弟們、學妹們，真的要3萬多。真嘅清兵哦。對，安尼來唱得來，欣賞公平，好來唱秋下欣賞。來。王顯華先生《山歌子》三元當啷掉唱得真好。你天氣不怕少，當然呢種嘅《山歌子》唔係講做唔得啦，睇唔講嗌到你感覺咯。你一下子調過上嚟講，對唔到嚟講比較可能係失去掉，因為調過原來比較會係硬掉。你唱順嚟唱嗬，你唱山歌唔係變聲音嘅，變人軟土人潤腳嘅事。所以人家第三季你調上去唔係講做唔得啦，還是講幫你就建議啦你聽呢啲老嘢對佢結朋友嘅時候，是感覺你屬於比較係弱掉嘅，你又會比較係弱掉嘅還有你 keep 起上，比較幫你聽得下清楚。唱歌嘅時候你 keep 起，冇幫你按明顯，頭嘅 keep 起，啲係隻技巧性練習至於小人啊，客家山歌唔係客家山歌，嘅牛是啲雜事宣傳自信推搖你當然啦，你推你調高音嘛，你做得調大音推搖，唔好調上去，你唱起來比較愛出來按彈起來話較爽爽。推時唔好調上去，大下所以你牛是這樣子做的，冇一天係說調高音嘛。你個有人當我唱咪的音，你唱拉的音沒做的，但是牛是講得再唱張來，所以你都要試成音張來，你才得做人做的。當然你上面拉啦，人都要拉。唔過我識當個半日經驗上啲叻仔點嚟講，每一天都過啫嘛，加油！真的推上場，將嚟先生教，那你就教下嘢。張哥嚟談一啲欣賞公平啊，請你嚟批述欣賞。好，我咁講吼，風台歌幾個上啊，就全部表出來。我感覺山歌子就是這樣子，感覺上比較豪氣，所以呢，彈起來。我感覺動順就很真的很流暢，而且那個氣勢也很夠。然後鄧大姐的，我會覺得一開始應該上下摸出來，我有感覺到提示幾個時間應該上一張全部表出來，那個聲音就後面的聲音就越來越好。我到幾米個時間就是句尾的時候啊，感覺那個咬死下邊。就是整個聲音扁直直的，就是聽起來感覺上比較沒有那麼順。還有呢，那個稱字的地方，你感覺我走的不是按照這個節拍走，從聽一句，將來愛請後面你有加一個稱字嘛？你會按照那個節奏。我覺得那個有時候稱字緊跟着前面那個字的時候，那個講話的口氣啊，還冇強容，感覺沒會還冇強容，
全部冲到东河啦。东河哦，好，也没难比的哈。再来看一下分數啦，來，先嚟看一下學題嘅哈，王刑法嘅分數。好嘞。就是哦，哎，按過我啦，哇，做欣賞啊，你們學姐是嚴重了哦。哎呀，來，再來看學姐聽秀英嘅分數。好嘞。其實你算挺高分的啦，但是可能有小可嘅檢查你啦，呀，學弟也厲害，上改好啦，為了學姐嘅是夢嘅，你看，哎，表示學姐土亮，娘，本太強我養了對嘛，哎呦，咁差學姐啊，叫冇衝啊，會較江山的呀，唔會，加看就當吃鹽啊，係啊，唱得挺好，上一本牛人對吧？好啦，加油哦，謝謝哦，安住謝哦，係啊，好，加油，旗開得勝哦，第一關就靠你就贏了哈，對，另外下面的哈，哎呦，沙雷，皮繃緊一點的哦，沙雷兩位係個學妹啦。哎，咩係自由生啊？送一季嘅冠軍，吳碧雲。哎呦，吳碧雲，我對到萬年啲嘛，咩年度嘅冠軍哎呦，正經哦，林采莉哦，精彩咯，真的，哎呦，來，變過來，
风雨。都难变了啊！你做声音你有个小阿妹哦，一 V 迄啊，那个送伊几个送伊年土的年土冠军啊！嘿啊，哎呀，迄送伊几个冠军，哇，都系冠军，精彩！你今日第讲我读到几嘛？暗地呢？暗迄落鸦片张地。先从主前的嘛，也嘛个，也系。制作单面的就先排啊，你啊，先排，排咩唔对，我排到慢而来，就错。哎呦，制作单面人对人讲系啊，相当来量啥还有上的哦，画面的协调。但是后菜里面讲1对1 PK， 1对1 PK 吧，你团体战，哎呀，团体战啊就较脏。你看1对1 PK， 你看迄架是讲几样啊，最大的哇，哦，都紧张吹口正经。对啊，跟咱双拜。啊！你年度比赛以后有去参加乜嘅其他活動喎？哦，我年度比賽我就較冇衝過誒，較冇衝過誒，就揾大鼓誒，冇啦，係主要嘅幹嘛啦？那個，就當樂器嘅部分有，就是大鼓啊，係上一拜老嘅劉德雄先生，對，就因為佢。就是羅兆哥，哦，音色當到其他樂團，我就個樂團因為佢下一個他就是較傳統，對，有一點傳統的那種感覺，就有請我去聽家就去表演大鼓的安樣，然後今年我有聽個洪儒老師，周鳳儀先生，去澳洲表演，咩去大鼓的。哦，真的啊！出國表演，你們喺東林市長這個比賽得冠軍都登來。冇比賽啦，就係聽佢表演咁樣，哇，就是很剛好這樣。一個很棒的體驗，對不對？就是學習。真的，哎，有像嗎？有像學姐啊，嘿，比賽當然沒有像啊，有像啊，幾飛嘛？哎，真的，做好變啊！係啊，好補充，聽說有幾飛？係啊，牙套裝一球誒。哦，我裝年郎誒。年郎呀？係。哦。就比賽年度。拿到個錢最重啊！係，就咩拄好係拿到冠軍就有，就是因為我媽媽講係愛做牙套就會。用起價，考起價，佢講唔係愛講嘅話，你就會考起價。哦，對，啊，嗰時節還有另外一張臉，就係本羅哥競燒。乜羅哥燒青島臉，係，我貴賽開始就比燒到就燒到裝牙套咁樣。哦，其實我來比係聽一拜，我第一拜來比就比燒誒。係啊，貴總就比燒誒。係啊，就拿到第一秒，就去裝牙。係啊，裝這個燒機啊，那小女孩心裡會有陰影。真的哈，你看沒有啊？我就笑他，你看他激勵他。係啊，本期燒過全部會變獎。冠軍。係嗎？係啊，有嗎？我有啊。本期燒過全部變動獎。對嘛？還有乜嘢本嚟燒過？係啊。對呀，你看。我從我沒差不多。不輸你哦。什麼不輸？本期燒啊！我從生意，我從生意貴開始本期講到一下，正經哦。我咩老給窮貴？哇，今天是抱怨大會就對了，好，還有嗎？搶台起港大天霸老闆。因
应该还有懂人，我也哦，真的，他把天师鬼的天发打爆，你们真的，我那个开玩笑，节目效果人家要提哈，对吗？对呀，可能刚开始来会觉得不习惯，因为这个主持人怎么这样子？对不对？发现纪委是这样的，嘿，对呀，对，好了，开玩笑了哈，来，按你来唱几个欣赏。好来，今日也配乐老蔡丽哈，因講英雄出少年，五台18變啊，哦，真的，所以以前的印象都壓來，五台18變完全就改變的咧，不管佢唱歌也好，也係面型來講，從姿勢都也淺嘅成熟嘅啊，所以就完全就冇重樣哈。好來，今日兩殺講人有講人的特色，一先來同蘇先主先一個譬如先來講，一個平板，坦白講，佢在一個記得上一季就比賽的時間，個樣子有按到先堂同你指頭過以後，慢慢淺嘅，演唱就已有味道咧。但是佢咪在地方我同你講下，閃的閃閉口音，閃的留閃的要冇重要，主要到一系列嘅年啊。所以以後在咬字的部分，自己就要注意一下，也係入去譬如呢方面。不過然啦，入去唱嘅韻嚟講，色彩講，因為伊個係平白，伊個老山歌，也就講彩禮啊，也彩禮。佢講人才齊知啊，一般嚟講，客家話較冇講知識啊，你嘛人才齊識，齊識就做得。唔是講齊知啊，你冇注意看到，乜看到知啊，就會變那樣嘅所以人才齊識，競爭強，自家什麼咬字要注意些的。但是因為佢本身也會寫詞的，所以佢應該對自家歌詞就當熟，一點係冇問題。就最重要，要入上演的時間，自家就要注意一點點。同樣佢老山歌。因為經過幾年，突然用落去，自然佢淺嘅各種嘅唱腔法，佢就有辦法融入落去，兩位都咁樣唱來，旗鼓相當，加油！旗鼓相當是夢欣賞，係啊。張哥嚟彈呢啲欣賞，唱呢啲欣賞。講到基本嘅兩位唱嘅咧山歌，講真是看呢啲對聲音咧變到咧係成美啦哈，所以呢唔但係呢啲嘅推風和個唱法都有進步哈，才嚟啦自家寫歌詞咧哈當劇。首先咧講平板，你係聽呢句嘅時間，係感覺像親朋友哈，因為培養你唱嘅時間，你嘅音。其實你嘅人保持到合歌嘅位數，像從兩條詞嘅時間，你就要注意，你嘅你係為共鳴，會下來的鄉親咯，鄉親就聽歌，好，所以你按樣應該是就係你自家咬詞嘅時間要注意，唔係唔錯，所以你彈起來會下佔到哦。好，你係你做的這個進步嘅空間哈，其他問題你慢慢就自己改進嘅哈，所以你一陣做得本意才重新過一些見來見好哈。咁個雖然頭先才去過先生有講過咧哈，你嘅咬字嘅心得哈，你係係哈同樣嘅意思。咁講嘅按攏你嘅就係應該第三句電腦熱，你一邊嘅轉圓轉到當好。好，因為你喺按後生，你做得唱到當有經驗嘅，你係裝皮嗰啲唱嘅唱法，你就係你嘅進步，嚇，你係肯定你嘅位數。好，實下來講彩禮嚇，就係你嘅歌詞寫到當好，按後生做得寫，按樣嘅歌詞不簡單。咁個按你時常講，客家山歌就係按你講嘅口頭文學，嚇，咪講按到口頭文學，你講出來，你一面就地，嚇，當清楚嘅表態。好，按樣應該山歌就係按你客家山歌嘅傳統嘅文化，所以譬如講嘅聽一句嚇，人才按多，唔係從起來係簡單，意思要係清楚。好，韓國主題豐富，好，你係講主題，按你山歌當時講主題，你係因為你係一篇比賽，好，有規則，你按到主題，應該主角係講客家山歌，你一篇做得叫做腔調豐富。歌謠豐富，嚇，都做得曲調豐富，
你可能到3個下有關係，吼，你係歌詞嘅部分，然後你唱嘅部分，吼，競爭強。競爭強呐，命上用呐，安樣很強可能會較好，雖然個人較好聽，好，不過你係愛本嘅建議，因為兩位嘅表現都非常嘅好，是嗎？啊，先生，看一下分數。兩位哦，冠軍歌手都在分數要蠻標的哈，先來看吳丕雲嘅分數。96分哦，緊張了。唔該用樣技冇啦哈，還好，沒用實力唱啦哈。係啊，沒有放水啦哈。好了，看一下啦哈，林采妮嘅分數。中秋明月，加如果講真咧，有個效果嘅阿邊。海見本人嚟講，唱得好冇？唱得好冇？有壓力。好啊，真的，人家唱到以後，唔是講，但是佢唱到行得好。學姐唱到好音回啦。先做了中啊！看一下啦哈，林采妮嘅分數。哎呦，冇變咯，冇變咯，係啊，冇變咯，欣賞都冇聽通哦。兩分呢？旗鼓相當，一片祥和哈，哎，這樣就好，哎用最好啦哈，親和嗰個狀況出來，哎，他個同登同分嗰個，哎用最好，要過關那樣，係咪啊？歡喜，哎呀，好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謝謝你來參加，謝謝安子什麼彩禮，還有後面還要再拼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謝謝一下，非常好，謝謝安子姐。好，接下來，愛兩片係馬小米，好，唔記片咧，一片係林妹妹，彈過咯，阿妹子哦，兩個嚟變啊嚟，變下。
哎呀，你妹妹。妹妹你好，你好，叫我跟人用麦克風啊，係啦，主持人好忘記，咩接就要出去表演嘿，要發通嘿，今年沒有啊，今年冇啊，今年都還少，然後疫情都兩天冇上課，所以政府做動多啊冇做，冇做動多啦，係啊，唔係講政府動多啊冇地方表演，所以都冇。今年疫情超美嘛，天氣啦，超天氣啦，誒，政府都做嘅啲雕的。舊年呢都有啦，舊年啊。舊年啊，做一道倉。我突然間比賽，有一年2年有比賽。你比賽啊？你做法通？比賽。比賽哦，未存錢做法通。咁又未算存錢啊？比賽有錢呢？有錢哦。有錢哦，那提名200。我還沒有來比。一年2年提比2年都那200啊。哎呦，你得到提名是2萬啊。提名2萬哦。提名13萬。13萬哦。哎呦，好，羅老師知道了。3萬啊。3萬啊。羅老師知道。總共擁有13萬。13萬了就數字。哦，比那嘢大類在下多。下下好錯的。你冇講我冇嘢啦，你個比賽就好咧。突然間嘛個。爭霸賽妹音樂節流行音樂節，連2年都有去比。羅哥，你去比不會入圍，因為大家都見你手圍住跳，係本應你會唔會從良？你太了解我了，真的，我也不敢去比，按，太強了，好唔好？太強，全部按厲害，按那一敢對嗎？哎，那你今天知道跟這個學姐編嗎？沒問題。到這邊才知道，長弟哦，長弟，雙美，你看，雙美相拼，哎呦，大美皮小美，大美皮小美，你大美女啊，你美眉，老咧，一條衫，咁要去看遠面，唔係看。羅頓後生，對吧？係啊，好，安尼兩位唱嚟，同先生講一下，嚟唱首下先生。好嚟，我家看妹妹呵，小妹坐嚟就係看到頭前嗰兩位，本人親太壓力。有啊，我很緊張，很久沒唱歌，很緊張。唱歌平常心嘛，因為你壓力要落去哦，聲音就多啲就會變呵。小妹今日因為頭前本人壓力，所以唱起來嘅時候。片目少來，我加本意就建議加起不就呀，好加來呀，硬就比較下會唱下會唱呵，還有你樹葉後背你當到嗰種嘅氣聲，我加講當到 keep 呼氣聲音啦，本意非常非常嘅明顯，可能有壓力太，所以你跳舞太，你要麥克安全，彈起來超明顯，啊，要記得要注意啦呵。輪流做啊，還有推個人嘅事，比較要合適啲地位嚇，不枉假嚇啊，吸上哦，啊注意嚇，並且建議嚇，還有妹妹之中你講嘅當緊張，我讓我自己轉才是。哦，哎呀係，你中咗3個創作的閃失，第1句鬧熱，第4句主肉，你話入上嘅時間，有咩俾你感覺？你吸氣上，呼氣聲嘅當明顯。哦，你讓飲食當要求比熟米，還有個熟米是唔係講佢冇佢生嘅太鹹，咪每次係要求嘅，各有各人嘅特色啦嚇。唔過鬧熱年節啦，你本要夾講你大飲啊，要隻後飲，學你注意個飲大飲，我樣樣都好來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先生，係啊，唱演先生。好，今晡2位唱到，其實好切價就切價嘅特色。首先來講麥太姐吼，你嘅唱嘅3個字，其實頭先秋夏先生就講到你嘅每人，確實吼，你嘅數每人時間，比如講吼，唔可以查你唱到哪個時間，其實就做得收睇咧，吼，因為個人安靜嘅聲音，唔講還未加張啊。好，唔會留茶那啊，好，就係聽一記到第4句，好，你只把按樣去唱。唔會留
好，所以你個個人安講咧，身體就拄好，你如果加入責任吼，可能你就會影響你氣啊，嘛個有壓力。好，你係我本個建議。喺另外呢，你個你係聽一句認真大兵，好認真。好，你譬如你可能從個時間，聽緊講吼，輸入嘅時間咧，做得了技術度下降到，哈，哎用原味可能表態為，下好，你未從起來下輕鬆，好，我本個建議，好。接下來就係你係妹妹姐，很久冇看到哈，大家看到你就當歡喜，你就當定一下哈，從後腿底下練習咗，哎呦，我從好唔好，我妹唔啲哈，其實你從當好，好，所以講，謝謝啦，謝謝啦。即係講你個特色就係你上吼為下漸。同埋你自家未啲吼，所以你會上下漸嘅時間呢，接着你從起來，你談吼，起如係你嘅起，唔過因為你上任下漸到，所以你談起來呢，哦，就當緊張，上就下輕，吼，所以我建議你可能，不管你從乜個跳嘅時間吼，可能用伴來老自家嘅上任調整一下，雖然你係上吼係細妹嘅上吼，唔講從三個，你講嘛，是愛面。好，上去上同漸嘅些個時候，就會還摸清楚。好，韓國我哋提一句哈，傳西方，哈，傳西方，冇錯咧，從到傳西方。好，好，咁談起來呢，就會本人敬重一下。好，你係我嘅建議，還係當好，唔講呢，可能上任嘅特色調整一下，我相信會喊下好睇。謝夢妮，好，謝謝謝夢老師。我哋做了看分數了哈，先來看馬秀梅嘅分數。93，哎呦，沙來看林美妹嘅分數。94分啊，妹妹姐。今天學姐們是怎麼了？哎呀，都有讓給學弟妹。真的嘞，怎麼讓給你們？學妹好比較會唱。冇啦，人家都客氣。謝謝妹妹姐，謝謝哈，謝謝啦，謝謝，恭喜你啊！謝謝，恭喜學妹啊！恭喜學妹啊！而且現在3個分數加起來，好像學弟妹的分數較高一些嘞哦。係啊，好，好啦，也可以哈，好，再見啦，學姐真的哈，都有讓賢一下，人真的很好。係啊，本節流全部過關了，最後了。希望下一組的學姐也唱歪掉一點。好來，好，學妹來咯，2陣。係，好，我學姐總含義，我們董偉聰哦，總含義，對，唱過來。春冬人間，百花香濃，夏天。偷心涼啊，
很多，那么呀满山光就免难听啦，哎呀！哎，韩毅姐姐好。两位做桂冠军，哎，啊亚位呢？还能年度的冠军，哈，哎呀，冇简单，冇简单。王对王，后对后啊，对吧？冇錯，精彩。哇，我緊張啊！學習，哎呦，平常時啊，那畢業還好，老神在在。啊，冇做啊，那個特別節目時就會搖槍記的，因為還好猜。加如果講真的會有個效果嘅壓力。係見滿你講唱得好冇？唱得好，有壓力。好啊，好啦，真的，唔敢唱到以後，唔是講，但是佢唱到行得好。喂，學姐唱到好音回啦。這事關那個比團體賽好冇？冇啦，對勢均力敵，我們唱到有彌陀啦。係啊，跟按叫佢啲磨合乜嘅嘛？畢業以後就是當時會接場表演，然後沒有去安陽中心做公益。也是佛心來的，就是有的朋友請，還是講我有時間做在批下，還是去。作為長照單位嘅，係長照單位，唱歌幫長者唱堂。也是非常大愛的，很有愛心哦。對，他也是啊，他也都是去幫，他去照顧警眷。對，幫警察同仁們也是為了社會貢獻很多啊，也很辛苦，你們去照顧啊，照顧警察的個都市，好，兩位都唱得當好，按照唐先生講，聽我喲，唱恰吉先生，係，今日義珍佢係季冠軍，係咪係一個年度冠軍？嚟，我係呢個同兩位嚟小可講一下，因為一個山歌東西，首先之前嚟講啊，義珍啊哈，落山歌一般啊，人講無限之言一樣唱法，你隨興去唱都做得，但是歌嘅係呢個本上下韻。也係我同義珍講嘅嚇，因為我唔係講到雙下韻嘅，唔講盡多年嘅，也係我到雙韻，下韻係乜嘢咧？夏天了，真有上下之分啊！
那个全都人間夏天係咪窮樣嘅嘢？哦，完全窮樣嘢冇上下自願自本。其實當然人講老山歌，那樣去唱都冇相干，嚇。雖然嘅原嚟去做，嚇，尤其老山歌是屬於自由派嘅東西，那樣唱都做得。但是人唱歌係你將上下運動去做好來，哎用彈起來歸屬各位彈起會有更完整。當然佢咪唱嚟講，佢唱係冇乜問題啊。冇乜問題。誒，原也做得。但是而家要講，如果老山歌叫做較無按彩虹啦。哦，無按彩虹。山歌自己簽彩虹啦。今日都沿途做唔到個冇彩虹啊。誒，數就按彩虹。日日注意下，唱都冇問題哦。嚇，唱都冇問題。好，也嚟講也仲係米小姐嚇。佢也那個沿途講句呢，也歌詞佢自己也會寫嗬，但是也有一則事我滿意下嚇。人家唱客家文化係源流長，唔係源流長哦。源流長。源流長。雖然係源，唔係源啊嚇，也一定要注意下。哦。客家文化源流長，唔係源流長嚇，也一定。誒，再過來呢，佢本身啊寫一個歌位嗬，也寫得相當好。但是又感覺伊可能千叫無唱哦，千叫無唱，感覺佢比而家嘅音質嚟講，以前唱片咪佢當兵嘅時節，我也有討厭，我也生活了解啊嚇。誒，來做舞王我也彈過嘅，佢比彈起來可能叫無唱啊，唱嘅專業各方面就當生疏，誒就會有生疏。當然啦，歌詞會寫。我寫歌詞係挺好嘅，但是歌詞我寫到乜嘢，你連唱嘅時間都當順來。要加要咁講嘢嘅健體牙法化正音音有冇？也一般嚟講，你嚟用客嚟講嘢嘅音就冇按規則，何況你去唱，嚇，所以寫歌詞了寫較通俗嘅話，本人。感覺誒一歌會當好唱，係咪我揾那樣歌嚟唱？因為你寫到唱文言落去，也係個咬絲位要較難嘅部分，人家為到咬絲哦，我唔愛好你，我溫書歌嘅，所以歌詞做寫較通順來就真好啦嚇。好，佢俾兩位中央係你要拼好，兩位加油嚇！好，先生，請地主先生。歌詞嘅部分，請先生講到動到咧，我就補充那個上音嘅部分吼。我感覺唐吉良沙重歌吼，係一隻當鄉屬嘅事情呢。係因為我感覺，底下東東音就是很喜歡底下都有傳統嘅歌曲，我覺得那種感覺聽到都會覺得很棒。好，因為韓義姐的給上啊。很軟就比較軟，所以選擇平板對他來說詮釋上面來感覺就很符合他的個性，也是很溫柔，然後聲音也是這樣軟軟，就是你會覺得一從平板起到就繞幾改音，就是可以合而為一的感覺，他不用去多做太多的事情，就可以把它詮釋得很到位。那雨珍姐你給上其實講起來還有個性。比較有個性，對。那基本你去選羅山歌啊，你有冇感覺？他其實以他的那個身體的那個共鳴腔的狀況來說，其實佢走得動好長錯。不過你感覺到像這個挑形流這個挑啊，因為它是高音。你賭石麼？就是沒有用一個力氣去推的話，你沒有到那個高音，然後你後面的句尾後面再拉長音的時候，就可以很明顯的聽出來，拉嘞，就好像就唱一唱就斷掉了。挑心量啊，那其實你就是。知道你在哪個字、哪個位置控制好呼吸，然後丹田用一下力氣的時候，那個後面拉長音對你來說，從歌嘅世界下，唔是做上聽到是清楚，做得從到下好。石峰先生，好，石峰先生，佢全部懂我嘅建議啊，係啊，做得改建議係。係啊，來看一下分數。看一下分數好，先來看吳義正嘅分數。恭
遐用功，96分哈。对啊，然后都获得粉丝会懂茶，而且会不会坏在他这一颗老鼠屎上面？3分就败掉了。应该不会啦，你可以的，应该没问题啦哈。对，看学姐哈。看一下总海一个分数。哎呦，没有动啊。容易啊，容易就爱强啊！冠军高数都冇空用，冇空用真嘅，係啊，96分呢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你不要紧张嘛。对嘛？对啊，你有那个实力，不是紧张，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，啊，你没有多车韩怡姐姐哈，来搞啊的哈，来天数从后台过来的哈。好了，谢谢两位啊，直接多加，好，回座休息。好，啊，对，比赛结构用班呢？结构用班呢？哎，学弟妹的分数379分，学长姐376分，哎呦，恭喜全部过关！学弟妹，恭喜你们过关！也谢谢学长姐、学姐啊，某学长啦，学姐们哈，你们让贤哈，真嘅，牛记啊，对吧？呢，哈，本期的继续留下来，对，继续加油比赛。好，啊，这些哦，特别比赛了，好不好？哈，不用轻松，还有喊当场的路这边啊嘞，哈。安尼好唱歌的朋友们动作，打电话来哦，人96667人6人，还有传真天发人227778131。好，等他个了报名哈。等天发。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出款以外呢，我们多谢辛苦评审局长。什么先生？那什么秘书先生，谢谢。什么贵宾学长姐，学弟妹继续加油哎，还有研究生哦，很长的路哦。什么小天老师，还有莫志远先生，谢谢老师。还有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。现场工作人员辛苦了。好了，下礼拜我们今天一定要准时收看呢。老爷到你台，老爷听下来，再见，拜拜。